我係周永祥，我係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教授，亦都係系主任。我嘅專注研究係主要喺新藥嘅開發。理大新設嘅先進療法製品實驗室，設有生產區、品質管制實驗室同埋培訓實驗室，符合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良好生產規範，專注於免疫療法、細胞治療、基因療法同埋再生醫學嘅臨床研究。待衛生署批准之後，將會成為本地先進療法製品研發及臨床應用嘅重要平台。先進療法製品 ATP 係以基因、細胞或者組織為主，用於人體作醫療用途嘅藥品。我哋第一階段咧，希望針對脊髓損傷患者，將佢哋呢個嘅人類白細胞抗原，係希望可以做咗個 matching，就係揾到喺呢個臍帶血庫裏面係適用嘅臍帶血之後咧，我哋就會送嚟我哋嘅理工大學 ATP 實驗室進行生產。生產咗之後咧，經過咗一系列好嚴格嘅檢測之後咧，我哋就會將呢一個臍帶血翻去喺個醫院裏面進行手術，擺翻落去佢嘅損傷咗嘅脊髓裏面。當呢啲血係擺翻入去病人身體之後咧，我哋係將會同我哋香港理工大學嘅康復治療科學系去合作，進行佢哋手術之後嘅一個長時間嘅康復治療嘅。長遠嘅目標，我哋係希望將 ATP 呢個先進療法係帶嚟香港，推進呢一方面嘅先進療法製品。另一方面，我哋都希望喺教育方面係培育喺呢一方面嘅人才。理大一直研發以患者為中心嘅醫療科技，配合頂尖教研設施，培育具有社會責任感同精通創新科技嘅新一代醫護人才，助力香港發展為國際醫療創新樞紐。